2015年8仙乐园的粉尘爆炸案，造成15个人死亡，400多个人轻重伤。有死者的家属提起告赔，主张关公署、消防署甲新北市府督导有疏失。经过几啊摆败诉了后，即马高等法院经一审是该判应该要赔偿7个死者的家属，拢总2100万。新北市府侯友宜表示讲，尊重判决的结果，因若关公署是讲收到判决书的内容了后，会佮甲律师来讨论。突然来的爆炸，周边一个失控，园区陷入火海。2015年的8仙尘爆，死伤状况严重，几名罹难者家属向关公署、消防署甲新北市政府提起告赔求偿。主张三大公家单位相关监督有欠点，经过2摆败诉，今嘛判决大变盘。有替家属们有伸张正义的一个声音跟机会出来，我们真的很感恩。当初的要不在金额，而是在于给自己一个伸张正义的机会，也给其他的那个公职单位人员。你在职，你就是必须要很认真的去工作，而且不要在乎职守。原来有16个人讨赔1.2亿。在一审被驳回了后，7名罹难者家属坚持继续上诉，专案经过最高法院发回。高等法院经一审认定，关公署明知影8仙公司无处理10项使用执照，却长期放任违规状态存在。新北相关局处也拢毋捌开发下令使用拆除，疏忽职务执行，甲尘爆发生有因果关系，所以该判关公署甲新北市政府爱赔偿7名家属拢总2100万。等接受到判决的整个主文跟内容以后，我们会做一个检讨，来面对这高院的裁定。这件8仙尘爆的告赔案件，法院头一摆判赔。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尊重判决，关公署以文字回应，收到判决书了后，会本地2审驳回结果，佮甲律师研议。验过事故到达时间无半平，罹难者家属的伤痛。面对这摆判决，继续讲是迟来正义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